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5月申报所得税，财政部为了方便民众报税，今年就增加手机报税和行动电话认证。南区国税局也扩大宣导，提醒民众5月底前要完成申报。5月报税季登场，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积极向民众宣导，今年新增用手机报税，全程不用插卡，加上行动电话认证等新措施，真的方便轻松许多。今天要来开箱最新的手机报税，这是财政部报税网站，健保卡选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输入身份证号、行动电话和健保卡号验证身份之后，就可以申报了。也可以用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是台湾 FIDO 验证身份，省时效率，一直搞定。快来用手机报税！使用这个手机报税呢，其实你可以透过有三个招式。第一个就是用行动电话认证，那第二个你如果不想用行动电话认证，你也可以用户号加查询码。好，那这个查询码我们在超商的 kiosk 就可以列印。那如果你有申请 TW FIDO， 那你也可以用 TW FIDO 的方式去做这个手机报税。这个是你入门的管道，就是这样免插卡，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完成报税的动作。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管是被隔离者或者执行相关医疗照护人员，若向政府领取各种补助津贴或一般申请振兴3倍券等等都免税。因为很多民众可能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他可能在申报缴税他没办法很顺利的可以一次就完成这个缴税哈，所以政府还是有提供一个延期缴税或分期缴税的这件措施哈。然后延期缴税最长就是1年，然后分期缴可以分到3年啊。然后这个部分都要提出申请啊，申请一定要在5月31日之前提出申请，不管你是从网络申报那边去提出申请，还是你到我们国税局临柜哈，用书面写的申请书来申请都可以哈。虽然政府极力推动网络报税，方便免出门，不过至今仍平均有20%纳税人以人工申报，所以南区分局也遵照防疫规定，在户外广场规划分流动线，请民众注意。侦办的项目分4条动线，那也用颜色管理来引导民众依序进入到设在地下1楼的申报会场。在入口处的地方，我们设有红外线的体温感测仪，有发烧的民众请在家休息。申报会场也采总量管制，避免群聚感染。除了特殊延期缴纳或是分期，5月1号开始报税，一直到31号截止。再次提醒纳税人。记者郭文吉、林根台南报道。高雄市地民俗4年1科的林园凤云宫妈祖海巡正式启航，圣驾抵达爱河湾，由陈其迈市长率领市府团队接驾，在众多民众环绕下，一路步行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户外广场，安坐妈祖圣驾。高雄市地民俗4年1科的林园凤云宫妈祖海巡30日下午启航，傍晚时分圣驾抵达爱河湾。陈其迈市长率领市府团队在大港桥边接驾，在众多民众环绕真笃妈祖銮轿下，一路步行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户外广场，安坐妈祖圣驾。陈其迈市长诚心向妈祖祈求3个愿望，希望天上圣母展现神威，庇佑市民平安幸福，疫情尽早消退及普降甘霖。这届嘛是第1届，不是刚路过咱高雄港，同时嘛是第1届驻港伫咱全台湾上界水的爱河湾，所以首先我爱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欢迎咱天上圣母妈祖婆会当驻港伫咱高雄，咱嘛要向伊来祈求大家平安幸福，疫情会当赶紧消退，咱的旱象嘛会当赶紧过去。市长陈其迈肯定讨海人的拼搏精神。高雄从茄萣到弥陀、永安、梓官、前镇、小港及林园等地都有渔港，
当地讨海人为了生活不怕风雨，勇敢出海，这种精神就是高雄的骨气，也是高雄的骄傲。咱高雄的讨海人，唔惊风，唔惊雨，勇敢出海，为着咱的生活，为着咱这个土地，大家辛苦的打拼，所以大港的精神，高雄的精神，就是这个唔惊困难，唔惊挑战，面对着更加无好的环境，咱嘛是勇敢坚强，这就是咱高雄的骨气，嘛是咱高雄的骄傲。团派祈福上，陈其迈市长率同市府团队，市议会议长郑丽苑与议员们也参与，齐向妈祖献上鲜花、素果等贡品。随后现场发放1万份保平安腰价金，吸引民众领取。活动现场也安排传统义政表演。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是全台湾最现代、最进步的音乐中心。当传统碰到流行，交汇出这次海上巡香妈祖婆的历史盛会。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位在高雄新兴区的谷寿宫举办了一场超特别的剖甘蔗比赛。会有这样的比赛，是因为过去大港埔一带是甘蔗田，这也是许多在地居民平时的休闲娱乐。所以谷寿宫希望透过活动唤起民众对这项文化历史的回忆。先用刀面将甘蔗直立，接着大刀一挥，将甘蔗剖成2半。虽然能成功完成，可以说是相当有难度，但谷寿宫1年1度举办的剖甘蔗比赛，还是吸引许多好手参加。倒就更后边。位在新兴区的大港埔一带，过去是一整片的甘蔗田，附近居民在闲暇时候都会以剖甘蔗为休闲娱乐，因此谷寿宫就将这个文化结合庙宇庆典，延续至今，这让周边的里长都会带着里内的好手一起挑战同乐。剖甘蔗吼是抢去抢输啦，有当那菜无栽吼，迄我那有手尾力啦，所以食好耍，都感觉这好耍安尼为关键安尼啦。因为这是忆儿时啊，因为这细汉囡仔大概无物件通耍，大概拢会找一寡农作物啦，来佚佗。民都是长期也是住在这个附近，然后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尤其深刻。谷寿宫举办这个意义很好，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参加。大港埔谷寿宫为新兴区的信仰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妈祖文化祭，安排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民众参加，不只让信众祈福求平安，也让在地的民众更加了解大港埔的在地文化。这个文化活动是一系列，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我嘛希望讲会当唤起大港埔的这个文化，或者囡仔离开大港埔了后，让大家回来大港埔，了解大港埔。透过这样的活动，让现场的气氛热闹滚滚，不仅让参与的民众乐于体验，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大港埔地区过去的在地文化。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高龄社会需要面临的健康课题之一就是膝盖的保养。佛光山南台别院特别邀请知名的骨科权威医师，也是义大医院的院长杜元坤，举办健康讲座，吸引数百位民众到场参加。常年热心公益、有台湾之光称号的杜元坤，目前担任义大医院的院长，曾荣获2019年医疗奉献奖。日前应邀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亭妃以及多位民意代表都到场出席，肯定院长对社会公益的付出。院长这些年来从事的社会公益，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感动，充分实践了佛陀的这个人民爱物的精神。谢谢各位来南台别院，谢谢各位来参加杜院长非常非常精湛的这个健康讲座。希望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回去大家不仅来南台别院这个同沐佛恩，能够心灵平安喜乐之外，能够在健康上，能在生活上有更好的这个生活质疑。佛光山南台别院住持满洲法师表示，会促成这场健康讲座，
一方面是媒体人与凯尔集团的牵线，另外因为杜元坤院长本身是台南出身，抱着对乡亲回馈与爱护，才在短短2个月内促成这场讲座。诚如刚刚我们市长讲的，海凯学院呢，我们最主要呢给大家一个身心灵的健康。那我们也感谢呢院长，他回到台南的故乡，他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之光啊，来台南边啊，台湾之光，我们也以院长为荣。这场健康新希望分享的是软骨再生新技术与如何保养膝盖。杜院长表示，人体膝盖是承受体重最重要的关节，如果正常站立，承受的力量是1倍，但上下楼梯或运动有可能是承受体重的2到10倍。如何保养膝盖，避免软骨磨损，相当重要。咱知影吼，年纪是45到64岁吼，查某囡仔吼，伊的这些关节会差30%，但是若65岁以后呢，女性同胞68%的关节炎，这比例足悬啊！你若用这来换算成咱台湾的人口2300万，咱一年关节炎350万，350万个关节炎。所以这对咱社会来讲是足大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但是咱若定是到75岁以上，75岁以上有超过85%有关节炎，所以咱要来控制呢，第一个当然体重。在佛光山南台别院与凯尔集团共同主办，现场数百名座位座无虚席，因为防疫期间，参与民众除了事先报名采实名制。另外也都全程佩戴口罩，提供民众一个身心灵净化的健康讲座。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很多社区的长辈课程都大同小异，不过在高雄竹溪里，每周二有一堂由正港园社区大学所开办的乐龄小提琴课，就算没有经验的民众也可以参与。经过老师细心的指导，真的让许多学员学会演奏小提琴。上音乐课喽！你没看错，这些拿着乐器的大哥大姐就是这堂小提琴课的学生。正港园社区大学近期开办了零基础也能上的小提琴课程，这也让有兴趣的民众都纷纷热情参与。对，慢，多一点。本来说五线谱都看不懂，现在慢慢的也都上手了。他觉得越学越有兴趣，觉得人生的乐趣，找到人生的乐趣了。看到年轻人在拉比较多，然后觉得说年纪大一点会学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难度啊，可是实际上接触了之后还好。虽然有些人没有音乐的基础，但凭借着热情与强烈的学习动机，让这群乐龄的学员们也都展现出努力积极的态度，这也让课程老师相当肯定。很棒哎，才一下时间就可以开始拉，比方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或者是世界名曲《小白花》这样。我们平常呢，就是认为说音乐只有给小孩子学习，所以很多人都忽略到自己很喜欢学，可是没有机会，都可以来，因为这个真的在你的生活调剂上是非常有帮助，而且音乐能够让自己的个性沉淀跟升华。透过学生们的热情，再加上老师耐心的指导，学员们也能真的演奏出一首首的曲目。而这堂课程在每周二下午都会在竹溪里活动中心进行，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加入行列，让优美的琴声熏陶自我的身心灵。记者张胜明、潘文玉高雄报道。疫情冲击全球影视产业，而台湾因为防疫有成，近期上映了几部叫卖的国片，引起民众热议。高雄就有间企业包场挺国片，邀请400多位民众一起欣赏电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大家看见台湾影视产业的优质影片。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之下，全球的影视产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而高雄就有间企业到电影院包场挺国片，希望邀请民众一起支持台湾的影视产业。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的任何产业都非常的艰巨，尤其在电影业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那台湾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力的去支持电影这个产业，尤其是我们的国片。那因为我们台湾的电影产业其实是非常的棒，只是需要呢靠我们全台湾的人民的支持。我们今天总共包了2厅，大概400个人左右。那希望呢其他的企业以及朋友们都能够站出来。而活动也包下了2个电影场次，邀请了400多位的民众进到电影院来欣赏。而企业这样的举动也让民众都相当肯定，非常肯定那个正秀兴业举办了这一场这样子的包场电影活动。我们以实际的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力挺。你没看今天我们来了，本来是包1场的话，现在变成太捧场、太踊跃了，变包2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来挺国片，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蛮多人都会来捧场，然后而且来参与挺国片这个部分，所以连凤梨都要吃爆了，国片还不看爆它吗？现场人潮相当热络，企业主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包场响应，唤起民众对国片的热情与支持，更期盼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投入支持台湾优质影视产业的行列。记者李正道、潘文玉高雄报道。山上水稻博物馆继去年在园区发现保育类的菱角鸮后，近日再度出现的菱角鸮，经过馆方人员检视，鸟身上并没有外伤，研判是学习飞行时不慎坠落，将会依循去年的模式就地野放，让小菱角鸮可以回到妈妈身边。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占地辽阔，加上拥有多样化的植物。除了古迹以外，也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根据调查，光是鸟类就超过40种，这里面也包括保育类动物菱角鸮、凤头苍鹰等珍禽。日前，工作人员在 B 馆罗汉松前的草地上发现一只小菱角鸮，博物馆人员担心会有意外发生，就先将这只 baby 菱角鸮抓起来安置。好可爱呀！在园区里面发现猫头鹰，那我们园区工作人员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这是一只菱角鸮。那比较有趣的是，它到的时候居然还在打瞌睡。那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有相同的经验，因为去年就有菱角鸮降落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说我们马上把它安置起来，用纸箱装着，然后去询问相关专业的人士。在我们初步的判断下，它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安置在这个树洞里面，等待它的鸟妈妈回来接它。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总干事曾义硕指出，现在正是菱角鸮幼鸟学飞期，偶尔会发现坠落的幼鸟。也因为外形可爱，常有民众想要自行饲养，但如此一来，不但让它失去野生能力，不易存活，且猫头鹰是保育类动物，民众千万不要擅自饲养，经查获可依动保法开罚6万到30万的罚锾。民众若有发现菱角鸮幼鸟，还是通知农业局等相关单位来处理。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2021国际2T 经典老车嘉年华在爱河畔热闹登场，各式经典的老车、魅力手工车，还有帅气的重机，通通登场，让现场许多车迷相当开心，直呼大饱眼福。2021国际2T 经典老车嘉年华在爱河畔热闹登场，无论是经典老车、魅力手工车，或是最帅气重机，都深深虏获现场车迷的心，不断拿起手机拍照留念，直呼大饱眼福。那看到这些经典的老车啊，当然除了具有收藏的价值之外，最重要的都会让我们勾起以前的回忆。这一次的筹备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协会主要就是推广经典老车。那2T 呢？经典老车早期，不管是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他们过去都是骑这样的车子，有没有？那在过去的时候，工业时代，那因为随着景气的提升之后，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当时嫁女人的嫁妆就是韦氏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亲自到会场骑乘一段韦氏牌追风回忆。他说，经典老车相当有魅力，不但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也逐渐形成文创产业。总是老车当然都会有很多生活的回忆，那现在更加上这些文创尤其在经典的我们这些老车里面不仅是让生活能够充满更多的幸福。
那另外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一个文创的一个产业。老车能让人勾起许多生活回忆，特别是经典老车，甚至是早期的福斯箱型车或是旧型的机车，如果保存良好，甚至还可以发展成观光产业。就像经典电影《罗马假期》所呈现，能让生活充满更多幸福。参加联谊呀，然后那个都会有抽钥匙啊，男生就您有没有这一趴过？有没有经历过？我没有了，我那时候没有。记者金宪忠高雄报道。越南因为过去受到法国的殖民，在艺术的表现可说是相当卓越。高雄盐埕区一间画廊近期就展出越南当代艺术联展，现场除了特色鲜明的油画，还有台湾少见的漆画。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明亮宽敞的画廊空间挂着一幅幅特色鲜明的画作，让人不禁停留驻足观赏。这是位在盐埕区的一间艺术画廊，近期推出了越南当代艺术联展。而越南过去因为受到法国的殖民，在艺术的历史发展上有着相当卓越亮眼的表现与成绩。越南的艺术的成熟度，事实上当时是让我非常的惊艳。主要是因为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将近100年的时间。那100年的期间，他在法国在河内设立了海外的第一所美术学校。他们学生接触到的那种跟环境是不一样的，而且学校也鼓励他们除了绘画的技巧以外，构图啦、技巧、绘画的理论，他们非常鼓励学生自己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啊，包含媒材。其中这幅以黑色为主体色彩，再以亮橘色为背景的人像作品，摆在入口处，让人一进门就相当惊艳。因为它这张作品其实非常的非常强而有力，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入口处的位置，让它第一眼就会射受，哇，就是很震撼的感觉。这个一定要亲临现场。而在画廊的2楼也展出了创作难度相当高的漆画，因为材料取得困难，创作方式繁复，因此在台湾可以说是相当少见。事实上，它的绘画的过程是非常繁琐的。它除了要有美术的基础以外，绘画的基础，它还要有工艺的基础。它在一张画板上，在绘画的过程，它必须先要有逻辑要很强。它层层堆叠之后，它要磨，要有一个减法。减法减出他要的这个肌理感，所以漆画的那种美感是所有媒材没有办法比拟的。这里的每幅作品近看都可以观察到艺术家的每个用心细节，而远看亦能感受到画作的宏伟壮观。欢迎民众利用假日亲身走访，来趟享受艺术的感官飨宴。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铁路绿园道左营计划已经有60%完工开放，其中旧城段将新旧车站以及左营凤山双城意象做了完美的交融，像是保留了日治时期辜老石的岛式月台，还有双城广场里的一段古道遗迹，成为散步赏景的好地方。台铁左营旧城车站是原本的左营旧火车站，日治时期就已经兴建。铁路地下化之后，市府水利局将辜老石的岛式月台保留了一段在铁路绿园道上，其他辜老石则移到铁道遗迹广场，变成了休闲座椅。我们现在看到的岛式月台，就是当时候旧有的左营旧城火车站所在的位置。那它包含目前它现在的航架。有3、4根都是当时候留下来的，那当时的那个步道啊，还有那些旧有的轨迹，也都是遗留在那边，原保留这个东西。另外，旧城段临近旧城东门，清朝时期可以通往凤山新城。市府水利局就在绿园道上设置双城广场，循着坡道上到小山丘往下看，可以看到一段用石块铺成的步道，就是当时往来左营和凤山的古道遗迹。那东门路往前走就是以前的左营旧城墙。那这个我们当时候在做这个地方的设计的时候，历史典故就是说，保留了当时从凤山城一直到步行到这个左营旧城的轨迹，古时候人就是这样走动的，对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名字叫双城广场的一个地景。
铁路绿园道在市长一声令下，赶在过年前将完工的区域开放使用。虽然符合民众的期待，但市议员陈梅娟认为，公共工程除了求快，更应该注重品质，希望可以因应民众的需求，在更多适当的区段设置停车场。除了美绿化以外，能够开辟一些停车空间，因为毕竟那边最接近我们的莲池塘，包括我们莲潭会馆的附近。那每次到那边去，好像都一位难求哦。那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都是一些违停、临停，包括停到那个原生植物园里面的走道。我觉得这个有影响到我们在那边运动跟通行的人的安全。铁路地下化之后，让高雄多出7个中央公园的绿地面积，除了融入在地特色、美绿化环境之外，也可以增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整体提升市民生活。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